我壓力好大，好大壓力。因為我唔知道我哋 fans 中唔中意我，唔係中唔中意我哋作品，中唔中意啊？看唔到啊，大家咧！你說什麼讓人喜歡啊？OK， 有什麼就即係哪一支歌比較喜歡啊？即係有好多歌，我邊隻最中意啊？我寫的歌都喜歡，對，其他的也很喜歡。我很喜歡《獅子吼》這首歌，對，因為要唱。為什麼就點解特別中意獅子吼呢？因為要唱給一些人聽。咁你係咪最中意獅子吼呢首歌啊？嗱，咁有嗱，既然我哋嘅大碟咧嘅專輯叫獅子吼，咁羅志祥喺我哋呢度 ATM 啦，不如我哋玩少少遊戲咧，同獅子有關嘅。而家咧有2位歌迷準備出嚟咧，就要扮獅子，睇下邊一個扮獅子扮得羅志祥比較中意嘅，你就揀佢啦，好唔好？好，我哋有請number one。好啦，朋友，你要望住，唔使望住大家。你扮你嘅動作啦，他是獅子number one，好睇啊！好得嚟，好 OK 吧？可愛吧？可唔可以俾掌聲咁多位啊？俾啲掌聲啦，大家！嗱，我明白點解，因為咧係咪後邊朋友咧？台上面發生，或者我邀請嘅朋友可能向後少少，即係前方嗰啲 VIP 都睇唔到，咁我要第二大會要求咧，咁我不如喺後方採訪區度咧就進行我哋嘅拍攝啦，好唔好啊？多謝你先嚇。好，跟住我有請第2位我哋嘅大師請啦，唔該，多謝晒，唔該晒咁多位嘅朋友，多謝晒你哋，多謝晒。呢度就有請我哋每一位朋友都在台上面，因為很多都看不到。好，謝謝你們，謝謝，唔該晒，多謝晒咁多嘅朋友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晒，誒，多謝晒，多謝晒，咁我哋可以行前啲喎，行前啲好啦，行前啲。同埋大家，我都要多謝幾啲朋友們嘅朋友，就俾獎俾我哋嘅朋友，即係多謝你合作，多謝晒，thank you。好啦，跟住第一個獅子，而家睇第2隻獅子好唔好啊？第2隻獅子。喺邊度？有冇出嚟？啊，喺度啊！喺度做咩？好，你望住，做你嘅動作先。就係咁啦。OK，之前我哋有2隻獅子，大的、小的，你邊隻喜歡哪一個？大家中意邊位啊？你中意羅志祥就一定㗎啦，咁但係即係嗱，不如咁啊！如果你覺得細獅子嘅，因為你仲要偷邊一行啦，可唔可以俾掌聲聽下先？沒有太過了是吧 ？OK， 多一點好不好？多一點啦，覺得感覺佢好幾好啦，挺夠膽啦。你哋講唔公平啊！我冇人拍㗎，羅志祥都係拍得好啦，你幫我問下呢個 OK， 仲有。第1位，給更好的請鼓掌。差不多了是嗎？他們在笑。OK， 咁不如雙冠軍啦，好唔好啊？即係好唔好？我哋2個都贏啦，我哋嗰度跑啦，好唔好？呢個時候咧，不如請阿羅志祥咧，將你獅子吼專輯送俾2位。耶！看場嘛，OK， 咁就你啦，你要俾睇啦。不如咁啦，羅志祥，你企中間同2位影張相啦。扮個獅子啦，好唔好？就廣東話嚟嘅，佢全聽啦。一齊扮獅子，1、2、3。我 Bianca 個位靚到爆炸，好羨慕。俾多獎啫，3個女仔。喂，挑選扮獅子嘅羅志祥。位個女仔咯。好，羅志祥，他們感覺。羅志祥，很可愛。